台南有一个17岁的少年囡仔，今年5月份的时，伊去高雄灵仔区的监理站，伫2楼遐按太阳能板，却无设置对2楼悬所在摔落来，送病院不幸过往。即马死者的妈妈是发现讲，囡仔做事的环境拢无防护设备，头家嘛无替囡仔投劳保。 伊才走去劳工局申诉，要过尾收到回应讲，这囡仔和头家毋是头家和新郎的关系。调查了后，有可能是老爸找囡仔去做山工尔。即马业者，过业者无提供任何的防护设备，所以依照这案法，业者嘛爱罚款12万。我也希望我儿子会是最后一个。 有效的17岁学生将机尾无救回来，妈妈心痛，也对查囡仔死亡原因，所发现迄当时伫高雄灵仔寮监理站，伫即个2楼悬边顶装太阳能板的后生，竟然无任何防护措施。护具，然后跟一些围篱，可是因为当下那边都没有准备这些东西，从这样子大概2层楼高，就这样子突然掉下来了。 后生死亡才发现，雇主无投保劳保，事后也要求其他的员工替伊暗砍工作事实，只好家己找证据，测断其他工人自别，也提供派工回信等对话截图，和高雄市劳工局进行申诉。劳工局刷回互家属，认定双方有雇佣关系是主观的裁决。赖的对话记录也有一些工人的佐证资料，签了自愿书。 我都递上去了，为什么他们会给我这些答案？那这个部分，劳检处就再次检视全案资料以及家属所提供的文件，但仍查无明确的事证，可认双方具有雇佣关系。 劳工局表示，少年父亲家己讲，业者是请用伊装太阳能板，少年只是来帮忙。有相关人员证词会当证明，才认定无雇佣关系。有申诉证会当随时申请。另外，了监理站回应，指出租场地细节无清楚，已经要求租地的厂商后手爱依法办理。只是少年母亲提告业者业务过失致死了后，立法规定，加上讲业者承认是雇主，也申请赔偿调解，也予伊呼吁政府。 重视公安，唔通互家属想要讨公道，也会家己找证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